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台湾失智的人口，到去年底来到29万人，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.24%。等于每80个人都有一个是失智症的患者。那用这个比例来计算，到民国120年，每100个台湾人都有2个人来失智。这个失智现保是无药医，会当做的就是延慢病情来恶化。 像这个台北就有一个福分馆阿嬷，已经失智真侪冬了，但是伫查某孙的鼓舞下，伊去做马道，找回着家己的价值。另外，台北阁有一间由失智症的患者提供服务的家庇馆。透过因的故事，咱要甲乡亲讲，其实失智症并无遐尔可怕。他那个时候，你不管给他什么，或你靠近他，他的反应都是哭。 就是一直哭，他就会说：“我哪有资格吃好吃的？我就是已经失智，然后我是你们的负担，我最好赶快去死一死。”大家用目屎的侧面，感觉家己失智拖累厝内人，这是福分馆阿嬷失智后的模样。 头毛招白，严肃表情，无论是贵气的造型、飘起的打扮，拢是架势十足。这嘛是失智后的福分馆老太太。今年92岁福分馆8年前，因为失去翁婿，受到炭惊，失智又困又晕。也为查某孙仔凊彩甲这个阿嬷翕一张相片了，就意外互这个福分馆惊出失智的阴影。例如说，我就会跟他说：“阿嬷，你现在这样走秀哦，还可以拿到一点钱，那你就可以请我们吃饭。”哦，他超开心，他真的吗？他说我可以。 请你们吃饭，而且很爽。那个医生就跟我说，他说你阿嬷照那个核磁共振，大脑萎缩一半，是这2、3年都没有变，就是萎缩的地方就是萎缩了，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。他说，但是他的认知分数提升非常多。经过查某孙仔甲别人鼓励，阿嬷找回家己的价值。伫台北有一间家庇馆，专门由少年型的失智者提供服务。这是三明治。 伊是养家庇的店员，大家拢叫伊班长，带为送餐收钱，拢可以袂倒。慧光行失智已经12年啊，因为有持续甲人伫互动，状况比其他患者更较稳定。人讲无流行，倒是咖啡好不好喝？好喝，非常好喝。你们要多来啊！我记住你们的脸哦，你们每个礼拜6都要来喝哦。 闹闲过甲人客开讲，心情若好过唱几句啊，看起来甲平常人拢同款。其实班长伫治疗失智症了后，嘛要经过一段辛苦的岁月。刚开始失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那种认知的很可怕，不会洗澡。我们拿着肥皂就说，那接下来嘞。 所以我们一直在接下来的生活里打转。当他一件他平常本来就会做的事情做不好，他一定会生气，他会很气说：“为什么我要失智？”他常常会讲这句话。同款伫家庇厅服务的店长是退化型的失智，真日生活中的大细项代志拢爱定学，也毋过透过甲人接触，一直会认知的刺激。 伊要甲大家讲，失智并不是失去希望。譬如说，我在图书馆当志工，他们不知道我是一个失智者，看不出来。然后我去一家咖啡厅去做职前的一个训练，他们也讲说，你改变了我们对失智者的看法。 我认为这个就是最大的成就，证明说我们还可以做什么，而不是说忘记掉什么。失智的个案其实不适合，就是让他都在家里。对，其实这样对他来说，他们有一个认知刺激，他其实会退得更快。所以我们会希望他们这边来，他们其实跟同学啊，或者是团体的活动过程，他们其实是开心的。结束以后是带着一个快乐的心情回家。那这样子对于回家以后家属的照顾是比较轻松的。 透过协会帮助，亲人陪伴甲支持，也有像分任务这种非药物的治疗，对着失智症患者，拢会使分较慢退化，分将有限化为无限的可能。